Hello，天佑師兄。咁今次咧就一個回顧，少少嘅回顧，因為咧趁住啱啱踏入咗另一個月份啦，啱啱轉咗節氣啊嘛，咁就回想翻上一個月丙戌月入咗嚟之後咧，我嘅狀態係點？咁同埋對應翻我啲師妹啊、同學啊同埋學生啊，咁佢哋嘅我預測嘅嘢啊，或者佢哋真實嘅經歷，又係唔係好似我哋預測咁咧？咁做一個少少嘅回顧總結下，咁就話咗啦，丙戌月就係下一年丙午嘅氣早咗入嚟噶嘛，咁所以咧對我就直接啲啦，因為我哋對於丙火係乜嘢咧，或者丙火對翻我哋係乜嘢咧？咁對我嚟講咧，咁啱我啲同學或者係師妹咧，大家都係壬水啦壬水嘅人，咁丙咪對我哋係偏財咯。咁呢個十神嘅對應就係話偏財代表乜啊？咁咪會圍住偏財嘅性質去發生咯，嗰個月。咁為我嚟講咧，咁對翻嗰個月曆咧，睇翻嗰個工作量多到不得了，排到咧質係咁質啊！即係多咗工作，係有啲係排咗，跟住外邊又加插咗好多啦。即係原有啲活天咗少少嘅，咁活天咗之後，又喺活天嘅機構裏邊又會加插咗一啲額外嘅，此其一。咁我自己有兩邊嘅一啲特定嘅工作崗位嘅，咁嗰兩個 party 都有額外嘅工作加插，已經塞到好滿啦。咁我哋要抽翻啲時間休息啦，同埋要教學啦。咁除咗呢三個範疇之外咧，and 咧仲有一啲另類嘅人揾我工作嘅，咁就變咗喺成個月份裏邊咧，就正正對應咗偏財嗰個增加同埋嗰個犀利嘅程度。因為點解咧？丙同壬咧，如果上過堂或者知道八字嘅知啦，丙壬係對沖啊，喺24/3裏邊係對沖嘅。咁呢個圖咯，係啦。咁上堂會教啦咁如果想再加深啲，知道多啲嘅咧，就喺我嘅班就會見到啦。我忙到一個程度就係話好要插針啊，有啲嘢要。有時又應承咗啲人，就要改少少 schedule 啦。咁變咗就係話嚟得嚟有衝擊，快嗰啲嘢，快嚟快去，咁仲要係快啲安排添。因為有時機會咧流失咗咧，就冇得再翻轉頭啦。咁喺呢一個今時今日嘅社會環境或者呢個經濟狀態之下咧，能夠有咁嘅工作量咧，我都好感激嘅。我感謝上天俾個工作機會我。咁我成日催運啊，或者求改善啊，我自己或者我教啲客啦，都會係求咩咧？求正向啲嘅求工作機會，而唔單單話係錢啊財嗰啲。咁當然係啦，其實最後嘅目的係啦，而係你喺錢得到嘅時候，其實嗰個係結果嚟噶嘛。咁你要有因先有果㗎，係咪先？如果你因都冇咁跌落嚟唔會跌落嚟噶嘛，啱啱先？橫財你都要去馬會買啊，係咪先？或者要去投注啊，啱啱先？咁所以呢個世界係冇不勞而獲嘅，頂多都係少勞多獲嘅啫。咁過咗呢個月之後咧，而家有啲時間剩落嚟咧，就快啲拍個片，能夠回想翻係啦，同我啲朋友啊或者客人啊喺呢個 Facebook 或者係喺其他嘅媒體嗰度咧，交代一下我嘅親身經歷係點樣，我啲學生嘅親身經歷，或者我啲同學嘅經歷。我同我啲同學就最應㗎啦，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嗰個即係日主壬水人，咁啱我啲客有啲都係啦，咁所以好容易就會牽連到或者係聚到呢一個咁嘅能量嘅人一陣。咁我都好開心能夠用到我所學嘅嘢，幫佢哋早啲有個預備啦因為你人咧有時咧生活啦咁急促嘅環境底下咧，有咗心理準備咧，有啲事嚟得比較急促又或者係排山倒海嘅時候咧，你都能夠適應啊。
已經早咗喺你嘅心裏邊又埋下咗一個預備嘅，咁變咗發生嘅時候你就唔會手忙腳亂，會能夠處理得比較有序啲咯。OK， 咁就作一個咁嘅少少分享啫。咁其實第一個預言，咁就話咩咧？喺上個月發生嘅嘢將會點啊？其實喺丙午年會攤翻開嚟發生嘅。OK， 除翻開12個月，又或者係某啲月份天干地支再重複嘅時候咧，佢又會用嗰個咁嘅性質喺你嘅生命裏邊重現嘅，咁係好好玩啦，係嘛？咁點解就係話我哋成日去學算命，甚至簡單啲啦，而家唔用算命，我哋而家希望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樣嘢，用易經嘅智慧。易經嘅智慧咧，令到我哋可以窺探多啲人生嘅前路啊，作出一啲適當嘅準備啦，可以咁講。易經成日講最終嘅目的，其實最終想點咧？就係話知所進退嘅啫。OK， 咁唔係話單單要揾錢嘅，人生裏邊唔係唯一錢係最緊要噶嘛，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啦，同埋有其他嘢係緊要嘅。OK， 咁就今次分享大致講到呢度先啦。咁嚟緊咧，我就會做一啲課程嘅，咁係由一個完全唔識玄學嘅人點樣可以學完我呢個初班啦、初階嘅過程之後咧，能夠簡簡單單幫自己起到盤，睇到自己嘅大運，同埋有信心啲嘅可以幫朋友睇埋添，咁去到呢度嘅啫，初班係咁嘅啫，咁已經好夠噶啦。咁再者，如果受歡迎嘅話咧，或者有需要嘅話咧，我可以拍埋做埋一啲進階班啊、中班啊，又或者一啲高級班啊，咁從中咧可以點樣趨吉避凶啦，用一啲簡單嘅方法啦，又或者係深入啲去研究下易經命理裏邊或者係易經裏邊嘅理論裏邊點樣去幫我哋喺呢個宇宙裏邊或者我生活裏邊做一啲真真實實嘅預測啊，又或者係一啲預知未來啊，係嘛？或者幫自己鋪下路啊，係嘛？又或者係幫朋友解決下一啲難題啊，選擇性啊，又或者係職業啊、感情啊、錢財啊、合夥啊、生意啊，各式各樣，咁都可以喺呢一個範疇裏邊，或者用呢一個角度多一個工具去認知下，或者係解決下生活上嘅少少難題。OK， 好快會出現㗎啦，係嘛？咁希望你哋期待。OK， 多謝。